一下能先来熟悉一下，等一下上课会用到嘅词汇，大家要记得听清嘢麼？恭喜，恭喜，恭喜！结婚登记，结婚登记，结婚登记！签名，签名，签名！同性伴侣，同性伴，同性伴！注记，注记，注记！唔好，我哋來登記結婚。恭喜哦！請問單上報嘅東西準備好了嗎？都準備好咧。慘咧，我當初冇帶到錢。冇要緊，簽名沒事的喲。我哋頭擺要看過同性伴註記，唔知我有想要冇？唔會喲，婚姻登記用過同性伴註記喲。了解咧，龍一五。祝福人呢幸福快樂哦！羅拉廿屆祝福。看完上面的影片，接下来我们要练习的是，请问单子上面的东西准备好了吗？请问单上背嘅东西准备好了吗？请问单上背嘅东西准备好了吗？请问，请问，请问，单子，单，单，上面的东西，上背嘅东西，上背嘅东西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我们来练习2次。请问单上背嘅东西准备好了吗？请问单上背嘅东西准备好了吗？接下来我们要练习的是，没关系，签名也可以哦。冇要緊，點名沒事的咯。冇要緊，點名沒事的咯。没关系，冇要緊，冇要緊。签名，點名，點名也可以，沒事的，沒事的。好，我们来练习2次。冇要緊，簽名沒事的咯。冇要緊，簽名沒事的咯。接下来我们要练习的是，祝福你们幸福快乐哦。祝福你们幸福快乐哦。祝福你们幸福快乐哦。祝福你们，祝福你们，祝福你们幸福快乐，幸福快乐，幸福快乐。好，我们来练习2次。祝福你们幸福快乐哦。祝福你们幸福快乐哦。祝福你们幸福快乐哦。好，我们这边所有的句型都教完了，大家回去的时候要多听多讲，才会进步哦。